有位朋友咧就問到，如果你遇到颱風嘅時候咧，應該點做咧？通常咧，我哋唔會選擇喺颱風季節咧逗留喺該區域嘅。但係如果因為某啲原因咧，你真係遇上颱風咧，你就要知道最近你嘅安全嘅港口係喺邊一度啦。咁然後就事不宜遲㗎啦，馬上就駛向呢個港口啦。同時咧，請你留意氣壓嘅一路減弱啦。因為暴風嘅徵兆咧，就係氣壓一路跌嘅，亦都咧喺呢個風眼過之後咧，個風係會從另別一個方向嚟噶啦。呢個亦都係要提防嘅。而家咧有一個儀器咧叫 Iridium Go 嘅咧，係可以提供天氣預報嘅。如果你想知道多啲關於大風大浪航行嘅情況咧，請你留意我其他嘅短片。